因应霸王及寒流可做的保暖措施，注意脚底、肚脐、头部及颈部保暖。可用袜子、护腰、帽子、围巾。脚底袜子外可加薄片型暖包，肚脐下方衣服外也可贴暖包。双手可戴手套。因应霸王及寒流可做的保暖措施，注意脚底、肚脐、头部及颈部保暖。可用袜子、护腰、帽子、围巾。脚底袜子外可加薄片型暖包，肚脐下方衣服外也可贴暖包。双手可戴手套。